今日嚟到海洋讚禮號嘅甲板，影一影先，周圍下邊有個第3個泳池已經睇咗啦。頭先啱啱喺嗰邊有2個，呢度有1個，都好大。哇！見個煙通好犀利啊！幾多10萬噸啊！呢接近3000幾人，噴嗰啲煙。2、3個煙通。拍返呢邊，再望返出去，哇！一望無際啊！個甲板都咁多沙灘魚。